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高雄的自强夜市发生着停车的纠纷。一个阿伯甲这个脚踏车停入一档卖卤肉饭的头前，砸到人客出入。头家好咧甲拜托，甲车啊牵走。结果这个阿伯气屁面大细声，有一个查某人客出面来排解，结果是公亲变事主。这个阿伯啊，怎啊牵铁要甲攻击这个查某人客？即摆双方咧起相告。啊，这个查某人客讲，伊上届无法度忍受的，就是不公不义的代志，就算即届受伤，搁去互告，未来也是会继续来抱不平。有肥有瘦的猪肉，卤甲正透，味受够香，看起来真好食款。还有肉丸甲贡丸等等，嘛是同款。伫高雄开超过50档，经济实惠好滋味，透早排档的时都真侪人客，验过这个单位排伫夜市的巷仔口，人有够侪，影响交通。靠近啊！对啊，咱翕啥话？你好翕啥？你袂当好翕啦！这个欧里桑真生气，用脚踏车要共弄这个翕影片的小姐。你挡在中间，那人家客人也没有办法进来。他可能就是觉得说，我停啊，我就停这样子不行吗？他也不知道是什么，他就是这样生气，一直骂，一直骂。看到旁边一堆排队的人，就是卤肉饭没有一个人去帮，我比较给薄啦。昨尾暗5点外，柯小姐想要买一碗卤肉饭，要无牵脚踏车，这个53岁欧里桑呢一直骂，伊听甲袂做咧。那录影所证，当时替这个摊商生意人打抱不平。那时候这样看起来就很严重啊！你那时候就包会撞你伤口，对啊，那也太蓄意了吧？他就被推挤这样。后3人分别依刑法伤害、恐吓及妨碍名誉等罪嫌，函送高雄地检。做药价行业的柯小姐，双脚本来就有空喙，这个欧里桑一个甲弄空喙更加严重，去一个提出这个伤害甲妨碍名声的告诉。这个欧里桑嘛告这个柯小姐伤害甲恐吓，这个柯小姐公亲变事主，也毋过伊讲伊毋惊麻烦，因为你若目睭客客拢毋讲话，之间会互这个无公平甲不妥的代志愈来愈侪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